嗱，唔係講笑，呢個樓盤咧絕對係香港人最熟嘅，因為70%業主咧都係香港人。嗱，呢度咧就係華發觀山水，咁呢個面積咧係119方嘅4房單位，南北對流個格局，哇！呢啲樓間佢真係冇對手，兩邊個露台都好市正嘅，一打開個露台門咧，水為財啊！好吉利嘅嗰種感覺。嗱，呢度咧而家嘅價錢咧嚟到咗5000零蚊，6000蚊一方嘅4房嘅間隔。咁所以細啲嘅咧仲有啲3房嘅，呢度咧係大啲嘅，咁4房單位啦。但係呢度有個好致命嘅缺點，就係出邊咧就比較山卡拉少少嘅。呢度咧就符合嗰啲喺香港咧繁華鬧市人最夜嗰啲生活咧就個習慣㗎，想話清靜少少嘅翻嚟呢度咧，可以嘆下呢啲綠化率60%嘅小區啦，而且咧配套都唔輸嘅，門口就有呢個直通巴士同埋呢港人社區，唯一不足嘅咧就可能呢個醫療咧就需要去有待加強。感興趣朋友咧評論區落睇樓。